好来，乡亲啊，咱华视新闻阁得奖咯！华视新闻杂志的团队伫个世界儿童人权日来推出着系列的报道《勇敢的宝贝》，结果是得到公益新闻金轮奖上悬的奖项——特优奖。你知道你为什么叫徐佑丽吗？爸爸希望我可以站立，然后帮我取这个名字。身心障碍囡仔需要社会更较侪辅助甲保障。小唐乡儿童透过音乐疗愈伤痕，嘛唱出希望。国际儿童人权日，华视新闻杂志推出《勇敢的宝贝》系列报道，关注儿童权益。他是毒宝宝，他出生他是身上是有含非他命的戒断症状。专题嘛呈现出世家里以及外籍移工伫台湾生活和宝宝种种难题，对国民向探讨儿童人权，得到2020年台湾华伦公益新闻金轮奖特优奖肯定。华视新闻杂志是台湾最老牌的新闻专题节目，一直关注社会各种议题，得到金轮奖这个奖项，非常非常的荣幸哦，让我们的努力可以被看见。也希望透过我们的报道，可以让这个社会然后泛起一点涟漪，大家都去关心公益这方面的议题，看见社会问题，而且提出解决的方法。华视新闻团队会持续努力，带予观众更加优质的专题报道。